哇，老公你真棒！棒吗？多做点。不是，这不行，老婆，快，帮忙，起不来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哦，怎么样，老婆？还行吧？太棒了！我跟你说，男人就是要健身，只有拥有强健的体魄，才能在那方面幸福。老公，你觉得我出去工作怎么样？在家待得好好的，工什么作呀？我是看闪闪还有冬眠，他们俩每天都忙忙碌碌的，生活可充实了。你说我这样天天待在家里，都快跟社会脱节了。你跟他们比什么呀？哎呀，他们呀那是被逼的。我跟你说，那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没结婚，还有一个好不容易把婚结了又离了。他们那是迫不得已啊。谁说迫不得已啊？他们俩每天都神采奕奕的，接触不同的人，接受新鲜的资讯。老公，我可羡慕他们了。哎，我手机呢？在哪儿呢？哦，厕所，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忘了，帮我拿一下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什么新鲜资讯，没用啊！你这网上不都是有吗？再说了，你接触那么多人干嘛呀？你看最后不都挑花了眼了吗？8成啊，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才嫁不出去的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最后啊，他们都得羡慕你。哎呀，你看，你找了一个我这么好的老公啊，我又那么疼你，你现在全心全意伺候我，将来咱俩要是有了孩子，你还得伺候他，哼，这日子过得多充实啊，对不对？走。可是，哎呀，行了，先不说了啊，我上班去了。哎，对了，老婆，我今天啊没应酬，下班回来的早，你在家等我啊，哪儿都别去了。哎，老公，这个哦，亲个，走了，拜拜。别珊珊，你脚放开！你女孩子撒娇的像话吗？来尝尝我新调的饮料。哎呀，你们说，现在找个工作怎么这么难？不是要学历，就是要经历；不是要长相，就要年龄。年龄你可以呀。可以什么呀？人家都要25岁以下的。这简直就是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侮辱，是吧？哎，这不光是对咱们的侮辱，还是对咱们的歧视。哎，等等，你们俩别咱们的啊！我可是92年的，我属猴。少来吧。缇娜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气色和皮肤看着好好啊。别天天熬夜打麻将，怎么就一点都不见你憔悴呢？是吗？哎呀，我最近啊，可能是补水补的吧。得了吧，说，你是不是去了韩国了？我去韩国干嘛呀？哎呀，我再有钱也不能让些高丽棒子给我骗了呀。哎，也是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上个月我跟我女朋友去韩国，回来的时候海关差点没让过。回家以后，她老公也不高兴，没变漂亮，变奇怪了，郁闷的她这2天都不敢出门。哎呦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没事，别老往韩国跑，这回头被人骗了，找人都没地儿找去。是。哎，那你这皮肤补水在哪儿补的呀？你看你这记性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佳美信，佳美信，家人的家，美丽的美，自信的信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你说吧。哎，你猜猜这院长，你猜他多大了？好漂亮啊，也就40多岁吧。40多岁，60了。60？我去，怎么看不像啊？缇娜，这就光靠补水啊？当然不是了。哎，这个院长讲，
信，加微信，加微信。求我有多漂亮，我只要像25岁找个好工作就行了。加微信。别老在那玩你的手机啊，烦不烦人啊？自己事儿还没解决呢都。哎呦啊！快给我捏捏，我今天快累死了。哎，别脱鞋，臭！臭什么臭？小媳妇儿，来按起来，快点儿！臭死了！哎呦呦呦！小媳妇儿，哎，我发现她当完家庭主妇之后啊，就是会照顾人。哎呦呦呦！哎呦，舒服舒服！哎呦哎呦，太舒服了！哎，你还别说，可凤那手法可专业了。哎呦哎呦，使点劲儿！哎呦，舒服舒服，专业。哎，可风，我给你介绍一工作吧，肯定特别适合你。真的？在哪儿啊？什么工作？哎呦，真的，我刚想起来，我有一朋友那儿刚好在招人。哎，我到时候把他地址发你吧，你直接去就行了。我那朋友就是那儿的一把手，大 boss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一定要去。不过至于干什么，我还不太清楚，不过肯定适合你。可风，现在这工作多难找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你一定要抓紧这次的机会。我去，我肯定去。我去那儿我就扎根在那儿了，撵我都不走。OK， 我现在就把地址发给你。远洋路101号，应该是这儿。招聘启事。你好，有人吗？